焦点2016少年天使节稍早所进行颁奖典礼，另外客家天使台非常的勇气，一年单元剧全部下突然姜博士对这巴朗出来天使剧地图台人之处，变作八个业务家当中唯一一个类似台湾的突然。唔但係你台灣之歌，又係客家之歌，所以見到新聞當中東南地，我用天花連線的方式為大家訪問到年底最近遇到少年突然，姜博士姜突然都天花當嗎？聽得到，主播你好。姜其突然你為何？提倡嘅時候強調一下吼，200總共272出嚟天使劇業會，將8個人做到業會題，你就係台灣嘅唯一一屆。所以先撈你嘅觀眾朋友啦，還有台灣嘅客家鄉親分享一下你200業會嘅心情麼？因為明天就是頒獎典禮，那現在其實可以入圍，我就覺得已經很光榮，然後也很開心這次的故事，然後幫我們客家的故事可以被世界看到。那可以入圍，我就已經很開心，也很興奮，那也很期待明天的頒獎典禮的結果。Andy 講，其實2幾年，不論係台灣也好，還有國外從日本之前的送行者，和台灣2幾年將雙人的按照係符合情義，加出嚟天使天人都係用送禮當作主題。不過對於你客家台嘅戲劇來講，你算係還少看到嘅，所以強烈為你來紹介一下，做乜嘅呢一隻單元劇一開始，因為想係用送禮結合客家兩大元素當作你天使劇嘅主題。會用作喪禮作為故事的主題，主要是因為來自於我在苗栗我的親戚們他們發生的故事，我看到他們在一場喪禮中很多的衝突，然後我把這些包含我自己家裡的一些在宗教信仰上面的衝突，把它轉化成這個故事裡面的元素。那雖然是以喪禮為主，但其實最主要還是在這些裡面的角色，包括媽媽、兒子，在這樣的喪禮之下，他們怎麼樣的去身為做太太，然後還是堅持做完成為人妻的這個責任角色，以及兒子對父親的一種諒解、一種思念。那這個是超越喪禮宗教信仰上面的，這是我比較想要做的。你哋講，其實呢出天使劇對禮拜日係9月12日8點，為對台灣對客家天使台首播。我要強調一下，你希望你嘅鄉親還有所有嘅觀眾，透過樣板嘅角度，用乜嘅方式來看你呢出天使劇？你希望佢哋看呢出按照全部下單元劇之後，就得得到乜嘅？我會做，其實大部分也是來自於我自己的角度，看我的鄉親，我的外婆家，我的故鄉。那我希望觀眾看了之後呢，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可以抽出一些時間回去自己的老家，回去自己的客家故鄉走走，然後再一次熟悉那些原本屬於自己的這個文化跟自己的到自己的故鄉再去走走，再去看看。希望呢出天使劇之後，對你自己來講，你老你嘅故鄉、老幸福、老條分，你老客家兩者嘅關係有乜嘅變化麼？因為我後來在美國求學，在國外住了4年的時間，那我每次跟我爸媽在講話的時候，他們還是會用客家話跟我聯絡，然後我還是會聽到很多親戚的故事。我反而是因為離開了台灣，我才想起來說，原來以前小時候長大的那些環境對我是很重要，然後我有很多的思念，也很想要再一次的回去了解。那因為這樣，所以我拍了這部片。那也因為回到台灣拍攝，我有機會可以再一次溫習那些原本屬於我自己一部分的背景，然後也讓我更了解我從哪裡來，讓我更了解所謂的客家文化是什麼。這是意外的收穫嗎？對，但是但我覺得讓我就是收穫滿滿。我今年嘅好奇啊，因為我對電視台嘅關係，我就咧要提前先看到呢一出電視劇，我又非常嘅榮幸。我看呢之後，我啱先有隻想法，本來想到是之前離岸戲嘅3出天人，包含退休、人生難忘，還有戲劇。因為我對呢個電視劇當中也看到咧有兩台語嘅冇強調，有跨語言、跨文化嘅衝擊，還有新老舊呢一種冇強調嘅衝突。我想了解。
年代对客家莊出社，要到台北圖書，包括香港到美國去做碩士嘅研究，對當地做了4年嘅時間，也擔任拓展，因為了解背景多多少少要本意了因為背景，挑下都了出單元劇單背。对，没错，我想真的是来自于我这几年的到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地方生活，所以会有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我自身的经验。那尤其在台湾，因为社会越来越开放，大家有更多的选择，那时代也进步得很快，所以每一代之间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每一个家庭还是会生活在一起，还是很紧密的联合。那虽然因为这样的意见分歧，在家庭之中偶尔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纠纷，但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在互相的沟通、互相的了解之下，然后我们在毕竟家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觉得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你都还是应该回头看看自己从哪里来，回去看看自己的家庭，看看自己的父母，然后多用心去了解他们。我想生活之中会有更多不同的体悟。教頭人 Andy 講，小組頒獎典禮以天朝為當武漢，所以非常嘅感謝你，見俾利用武漢事件當中喊出嘅安道事件，接住我哋嘅天花訪問，也過一擺嘅中意小組嘅日記拿下大獎，恭喜教頭人。好，謝謝。謝望你。日航 N 嘅訪問到位係第一擺2位少年電視獎拓展獎，為這屆台灣嘅拓展，客家電視台單元劇全部下嘅拓展按照獎報説，客家列出電視劇對客家電視台為到9月12日，也是禮拜日，該按8點對客家電視台首播，要現在鄉親朋友記得要準時收聽。